你有冇試過學外語，日日都喺度背單字表，用盡心力咁去記嗰啲文法規則，但係到真係要開口講嗰陣，個腦一片空白，一個字都講唔出？或者你已經學咗好多年英文，但係一見到外國人都仲係口窒窒？如果呢啲情景你覺得好熟悉，咁今日我哋講呢本書可能會顛覆你對語言學習嘅睇法，甚至可能係你一直尋找嘅答案啊！呢本書就係從零開始精通12種語言，我最強的外語學習法。作者叫卡祖，佢真係一個傳奇人物嚟㗎。你可能會喺度諗，識咁多種語言嘅人，一定係外國名校留學，或者係天生好有語言天賦㗎啦。錯啦，卡祖嘅語言學習之路完全唔係咁㗎。佢一開始淨係識日文，從來都冇出國留學，亦都冇咩特別嘅語言天賦。佢全靠自己摸索同設計一套獨門方法，就咁樣就自學咗英文、法文、俄文、西班牙文、德文，甚至係阿拉伯文等等，加埋識講14種語言。點解佢咁勁？關鍵就係佢有一套超實用、超人性化嘅學習邏輯。呢本書就係分享佢呢套獨門秘笈，詳細教我哋到底要點樣學先至最有效。卡祖嘅核心理念同我哋傳統嘅學習模式好唔同啊！我哋可以將佢嘅精髓歸納為以下5個實用貼士。貼士1：徹底拋棄死記硬背，而用情景式體驗記憶。卡祖最反對嘅就係我哋成日都死記硬背嗰啲單字同埋文法。佢話單字絕對唔應該係一個一個咁去記嘅，就好似你唔應該淨係喺度背 Apple 等於蘋果。咁點學呢？佢嘅方法係你要將個單字放喺一句完整嘅句子入面，更重要嘅係要配合埋聲音、畫面同埋你身處嘅情景，一齊印喺你個腦入邊。舉個例啊，你要記 run 呢個字，唔係淨係記住佢係跑，而係你要想象到有一個人喺公園入面跑緊步，你聽到佢嘅腳步聲，感受到微風吹過，喺腦入邊形成一個完整嘅畫面。He is running in the park。因為當你腦入邊記住一個完整嘅動態情景，你就會自然咁聯想起嗰個情景入面出現過嘅字詞同埋語句。咁樣記憶唔單止記得更加牢固，而且當你再遇到呢個字嗰陣，你唔單止係記起佢嘅中文意思，而係即時浮現一個畫面，自然到好似你嘅母語咁樣。呢個係建立直覺語感嘅第一步，亦係最重要嘅一步。貼士2：先專注大量輸入，然之後再輸出，培養語感第一。好多人學語言都好心急，想一開始就開口講，覺得講多啲先會有進步。但係卡祖話呢個係一個常見嘅誤區啊！佢強調學語言唔應該一開始就急住開口講，而係要先大量咁進行輸入，即係要先聽多啲、讀多啲，而唔係寫多啲、講多啲。佢嘅比喻係，細路仔學講嘢，佢哋都係聽咗爸爸媽媽同身邊嘅人講咗成年，先慢慢開始學識開口講。呢個大量輸入嘅階段，目的係要讓你嘅腦先熟悉呢種語言嘅語感、語調同埋節奏。就好似你學游水咁，你都要先適應個水性，感受水流，先至學識點樣划水。當你嘅大腦習慣咗某種語言嘅模式之後，你講出嚟嘅嘢就會順暢自然，唔會好似翻譯機咁生硬。呢個階段你唔需要急住要求自己明白晒所有嘢，甚至唔使開字幕，淨係要專注於聽同埋讀嘅過程。卡祖每日會播30分鐘外語對話，唔開字幕，用耳仔去聽情景，就係為咗呢個輸入嘅目的。貼士3：活用 shadowing 跟讀法，讓語言從耳朵直達大腦。呢個係卡祖最重點推薦嘅學習方法之一，叫 shadowing， 即係影子跟讀法。佢嘅做法非常獨特，就係你跟住母語者嘅對話，同步或者稍慢一拍咁重複講出嚟。注意呢個過程，你唔需要去分析文法啱唔啱，啲字係點樣拼寫，或者每個字嘅意思係乜嘢。你嘅主要任務係要去模仿母語者嘅語感、語調同埋節奏，就好似你嘅影子咁樣緊貼住佢哋嘅發音同埋速度。卡祖建議每日可以抽30分鐘嚟練習 shadowing，播外語對話，
唔開字幕，淨係用耳仔去聽情景，然後邊聽邊模仿。透過呢種不斷重複嘅模仿，你嘅發音會越嚟越標準，你個腦會越嚟越習慣呢種語言嘅流動感，就好似將語言直接複製到你嘅大腦入面。佢唔係要你死記，而係要你透過模仿去內化，讓語言自然咁入腦。佢話語言就好似學踩單車咁，唔係靠理論㗎，而係靠練習去掌握嗰種感覺。Tips 4，將語言徹底融入生活，創造你嘅迷你沉浸式環境。卡祖認為語言唔係一科你讀完就會放低嘅學科，而係一種生活習慣。要真正學好，你就必須要將佢融入你嘅日常生活，創造一個屬於你嘅迷你沉浸式環境。佢俾咗好多實用嘅建議，例如你可以嘗試用你學緊嘅外語去寫日記，每日逼自己用嗰種語言去表達每日嘅感受同發生嘅事，咁樣可以訓練你嘅輸出能力，亦都係一個檢視自己學習成果嘅好方法。或者你可以設定語言日，例如星期一就係講英文，星期二就淨係講西班牙文，逼自己喺唔同嘅語言模式之間切換。呢種做法可以令語言變成你日常生活嘅一部分，你越用得自然就越記得耐，掌握得越好。當語言變成你生活嘅工具，而唔係書本上嘅知識嗰陣，你會發現進步係神速㗎。Tips 5，擁抱錯誤，錯誤係你最好嘅學習夥伴啊。卡祖亦指出，我哋學語言最常犯嘅錯誤，好多時就係因為怕錯啊。我哋驚發音唔準，驚文法錯，驚人哋笑，所以唔敢開口。但係佢強調，錯誤係語言學習最重要嘅朋友。佢嘅理念係，你講錯咗一次就係一次嘅學習機會，咁你下次就會知道點樣先講得啱。語言係要透過不斷嘅嘗試同修正嚟進步㗎，冇人天生就識講外語。如果你驚錯，永遠都唔敢開口，咁自然就永遠都唔會進步㗎啦。所以學語言最重要嘅心態就係要夠膽，要放膽去講，放膽去錯。因為每一次嘅錯誤都係令你離精通更近一步嘅階梯。佢甚至認為一個不斷犯錯但係勇於嘗試嘅人，比一個從來都唔犯錯但係從來亦都唔開口嘅人進步會快100倍啊！總括嚟講，卡祖呢本從零開始精通12種語言，佢嘅核心理念就係想學好外語，你一定要放棄傳統嘅死記硬背方式，你要學識利用情景、聲音同埋畫面去建立記憶，先大量輸入去建立語感，再透過 shadowing 呢種有效嘅方法去練習。最重要嘅係將語言徹底融入你嘅生活，日日去用，日日去練，千祈唔好驚錯，因為語言從來都唔係背出嚟嘅，而係用出嚟嘅。如果你都想突破語言學習呢個瓶頸，呢本書絕對值得你一讀㗎。